OK，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嗨，有声音吗？有，现在有。嗨，大家晚安。嗨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所以我们直接开始吗？对，直接开始。好的。是那个丽珠姐要访问我们吗？还是？你可以自己讲。哦，好，因为原本说我们的方式是有点类似像访谈，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针对，因为我们主要分享108课纲嘛，对，然后跟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就以我们，因为我们是创业的嘛，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接到的主题是说，那可以用这个方向去说108课纲，然后有点回音。这108课纲小朋友他可以怎么应用，然后像生活中像用我们创业做例子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继续哦。好，那我们还没自我介绍对不对？有哈。我是那个玉祥，然后我是花草说花艺的主理人，那大家都叫我小强啦。然后他是维婷，然后是泰美乐职业的负责人。好，对。然后接下来时间交给维婷。好，这个这个当初呢，我们是接到说是采访的访问的方式啦，所以有一些主题跟一些题目，因为大家都知道108年的这个课纲嘛，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是做教育的，然后呢其实这个课纲它有对于教育2个字是有重新去定义，大家应该都知道说现在的教育方式跟以前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啊跟资讯量都是很爆炸的，所以说呢变成你的这些学科的知识会变得很不够用，所以呢现在这个课纲想要把它改变的就是说让从原本是培养学生是在你的技能的方面然后或者是在能力的方面慢慢的转成素养的方面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我们下一次的部分会去提到那这次主要是要牧师请我们来分享是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跟这些能力有什么样的相关。那首先谈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创业。我们从2016年是100几年，2016年是100几年，106吧，反正是2016年了。106年了，106年，2016年民国106年的时候开始创业。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因为这个创业的，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创业最有魅力的呢，就是做任何事情可以自己决定。以前呢上班，我们2个是在大陆认识的，我们2个是在我们本来是在台湾工作，后来外派到大陆去工作。所以呢以前上班就是因为外派嘛，薪水会比较高但是不管你是外派还是在台湾工作，你的薪水，老板给你多少薪水，给你3万块，你就是过3万块的生活。那给你10万块，你就是过10万块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虽然有的去大陆的薪水还不错，但是呢因为这样但是很不自由嘛。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我可以自己去决定。就像我当时的老板是一样的。对，那当然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大家都过得不是太好我是说创业的部分。那我们现在生活呢我们是靠利润在过生活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间的赚差价在过生活。那上班我们是靠的是薪水这跟过去的定义很不一样那我们是运用什么样的知识呢在我们过去的学校里面所学的什么样的知识去创业呢？这是第2个主题。原则上我觉得呢创业呢不是靠知识，也不是靠本事而是靠什么？而是靠素养。
这个素养呢跟108年的课纲其实很相近啊。那下一次的话，我们会更清楚的去谈到108年课纲它所要提升的学生的素养到底是什么啊？但是这个素养呢比如说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像我们当然每天的问题就很多比如说我们有请员工嘛员工我现在个人目前创业，我们目前创业的主要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教育的项目基本上台北市的学校或者是幼儿园或者是新北市都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教学老师在学校服务的影子这是教育的项目科学项目，主要是负责学校课后社团的课程的部分。第2个项目呢就是餐饮的项目这个餐饮的项目呢主要是在早午餐，那现在会把它变成是全天候的到晚餐的方式那原本我们预计今年在年底的时候应该会有4家分店要同时开幕这样子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有一点搅乱，所以这就是每天的问题所以这就跟我们的素养就很有关系了包含这次的疫情或者是在团队跟沟通等等，这跟过去我们在学校里面教的东西是比如说 sin cosine 这些东西，或是在学校里面讲的所谓的马关条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那在108年的这个素质教育里面，素养教育里面呢也去提到很多比如说自主的能力，自主去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还有沟通表达的能力等等这个对我们来讲我看到这样的课纲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把小孩子不是训练成考试的机器，而是变成是可以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应对进退的一个人这样子。好，那我是如何去决定说我要去创业的我个人是射手座射手座就是爱好自由，很有冒险的精神我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所以我都是带着这种精神去做挑战的那当然我们是做科学教育的嘛我过去是在大陆也是在做科学教育的，所以我们的好奇心会比可能其他人重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像他一样那些成功的企业一样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出来然后最后呢我觉得我们的行动力比别人强很多就是我的行动速度是很快的如果你告诉我什么资讯，或者是包含这次的会议也是很临时不是很临时啦，就是说有通知我们我们就会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讲的我们就尽力去分享那当然就是说下一个主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怎么样去学会比如说我要怎么样开餐厅，我也不会开餐厅我不会煮饭我不会煮饭，我在家也不会煮饭，洗米要几杯我都搞不清楚，但是我有开餐厅我也不会比如说我是怎么样开设科学教育的公司在台北市我也不会开这个公司但是我是怎么样去学会的这样的技能首先呢我是觉得说那个学习的态度是这个也是108年素养教育在很着重的一点除了技能跟这个所谓的能力跟最后呢就是态度，对不对那这个态度就是学习的态度跟工作的态度，我们是跟一般的员工不太一样的当然我也是我跟他也都是从基层慢慢爬到高阶是在大陆的是在之前的科学教育公司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很会去反省，然后呢而且我们会去想说为什么执行长会去做这样的决定然后再来我们会看报表因为你到高阶以后我们就开始练习去看报表那在这个高阶会议我们就会去看报表。那再来就是餐饮的部分，就是我的目标我很清楚，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就是要开店所以我自己就会跑去餐厅里面去实习包含这个物流的这个物流是谁或者是等等食材是用哪一家的厂商等等的我都是在那边偷学了解客单价甚至单量营收等等的所以我就跟一般的上班族的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虽然不会煮饭我只会加热但是呢我的目标就是开餐厅当然现在目前餐厅也是营业到现在是几年，快3年的时间了我们1年就
一年内就回本啊，11个月就回本，开始赚钱啊，到现在啊，那我们现在5个员工啊，在一家餐厅里面哈，大概5个员工就可以去服务这样的客人。好，一开始我们都也是从不会开始哈，那我们就是冒险的精神感啊，比会更重要啊。再来就是我们一切都是 SOP 数据化啊，几分几两重哈，每个员工都会有 SOP，都按照这个 SOP 在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他们都很清楚。那最后我们做的就是行销的部分，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啊，这些等等都是不是学校里面教我们说我们要去这样做的，好，可能我以前从来也没有去学过，这是后来你必须要经过不断的这个时间跟历练当中，你慢慢才去会的东西。可是现在呢，108年的课纲就是要提前。我是在国外念书嘛，我就觉得国外的那个教育跟台湾当然是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在启发性跟这个念书的自由度比较高啊，但是呢，他们的大学，我个人觉得台湾大学是很好进也很好毕业，他们的大学是很好进很难毕业不太好毕业，不太好拿到那个毕业证书一方面几个原因，一方面第一点就是他为了赚你的钱嘛所以他让你很难毕业嘛第二点就是他希望你能够更用一些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他大学可以读7年也没有问题，反正你只要学分拿够了就可以但是如果像快一点，我是3年半就毕业了因为我也没有休假，我就是不断的拿学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觉得跟台湾教育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呢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当然是我们都会有备胎嘛，对不对？所以我选的选择就会比较重要一点我原本是教育行业我原本是一个是教育行业，然后第二个我为什么会选择餐厅呢因为台湾的教育行业当然大家都知道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学生数量越来越少需求也越来越少。那还好我们是走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的竞争度就比较小一点不像英文数学等等，不像英文数学国语这种竞争比较大补习班等等的所以我们只要打出品牌的话，基本上进入到学校里面，而且我们有协会，所以我们发公文进去以后都还算是蛮好处理的但是呢我也不能单靠这个教育行业这一块嘛所以我的备胎就是餐饮的部分餐饮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潜力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嘛，每一个人都要吃饭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得起，然后而且它有这个重复消费性的这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开这个餐饮的备胎，而且持续想要做连锁的发展在这边等等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在做后续比如说我们有往工厂的方面再去走跟行方面在走这样这大概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规划。那至于说领导力怎么去培养呢领导力呢就是从很多事情就是从很多事情学习的上面能够去培养包含在比如说未来的下一代，包含我现在我自己的小孩，我有2个小孩我们自己下一代身处的世界呢，跟我个人认为会跟我们很不一样包含是我们现在都要戴口罩，对不对？而且人口高龄化，劳健保破产气候，然后呢还有科技也很复杂，再来有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病毒等等如果你要以单一的这个知识学科的力量来去面对未来的问题，是很困难的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知识会过时，而且现在学校的学生呢懂的呢可能会比你老师还多，因为他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自己身为当老师的，或者是当企业主的如果我们自己不进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带这些小朋友学生甚至是
员工的，好，因为他可能懂得都比你多，好，甚至他还有在做很多东西，很多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好，那所以这个我们讲素养呢，好，过去是强调这个知识跟技能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主要会加上态度，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先跟各位做一个大概的报告，有什么问题的吗？啊，因为都是我在讲。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哦，是啊，你们的麦克风没开耶？对啊，有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想了解吗？就是108课纲，它主要强调的是态度，因为说学科的部分的话，其实网络上资讯真的很多，所以变成是小朋友要会判断，然后家长可以怎么引导，然后跟态度的培养，觉得这是这一个课纲，因为其实各个老师都觉得这个课纲是不错的，只是说大家都会有一种执行上有一点点跟不上的感觉。那我们家长可以做的，就态度培养的话，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做相关的一种训练跟引导，就是给他们更多机会去找资料，不要马上告诉他们答案啊，这些等等，然后给他去尝试。所以今天你们是要跟我们分享，有哪些的态度家长是可以在家里，然后配合108课纲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什么态度的调整或训练，然后以至于达到未来的创业力的能力培养，是吗？对对对，今天主要主题是在讲那个领导力。好的，那可以跟我们分享领导力的哪一些的部分？可以啊，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好啊。那领导力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有讲到我们创业嘛，那创业其实说完全技能都是学校学的嘛，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学校学的，现在就是说生活上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受教育一样，生活上跟学校好像有一点点没办法衔接。那我们现在108年就是希望说可以去做衔接。那我觉得如果说就领导，不一定说一定要创业什么，就领导力来说的话，可以让小朋友更多的尝试，像教会他们就会有那个志工培训营，它主要就是做像志工，它是叫志工培训，但是主要就是领导力的训练，因为它会有很多像领导力的讲座啊，然后教小朋友去尝试跟给他舞台意识，像领导力怎么训练，就是要试着去跟人家沟通嘛，对不对？因为如果说我在家里一个小朋友要去做领导，好像有一点点抽象，所以呢，就是到了这一个环境很重要。那他到了这个环境呢，他可以去领导，比如说国高中生可以去领导国小的小朋友去做什么样的活动，这样子做一些活动，然后去策划这样的活动，就是从练习，然后犯错，最重要就是要让小朋友犯错。那犯错，因为就以前我们自己受教育的时候，家长都会希望说，我赶快告诉你答案，你赶快完成就好。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要比较转换的方式是说，没关系，就让他去犯错，因为犯错他才会比较有深刻的感觉，然后跟找出适合他的方法。因为现在就是找方法的年代，对吧？对，他就是一个找方法的年代。然后呢，他去犯错之后，他就会总结说，那哪一样方法是适合我的领导力？这样子，这样有回答到吗？有，我的想要了解的就是，你刚刚提到可以让高中带国小，让他们练习，然后在当中可以容许他们犯错，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另外一个就是帮助孩子们可以找到方法。那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让我们提供给孩子哪些特质的孩子可以找到什么方法比较适应的，以你们的经验来分享。好啊。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做那个小朋友的领导课程。那领导的部分，主要是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是观察小朋友特质，因为领导，我觉得大家比较会有一点点
拘泥在说他一定要在台上的那个人才叫做领导者。那有些小朋友对他来说，可能上台发表这件事情是有压力的，但他其实是很适合去做像我们简单来讲，就像幕后人员。那幕后是不是也需要领导者，需要沟通者？所以我们要去观察每个小朋友的特质。这样子然后观察的特质，像假如说他适合什么样方面的，那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方面去让他去多加发展。像是说，我们就以他适合上台好，那他适合上台，那上台像我们现在讲课的话，我们会需要教他怎么去规划他的课程，然后包括他统筹的时候，我这样讲方向有对吗？然后他统筹的时候，我怕我讲偏题。他统筹的时候呢，他跟别人沟通，然后他有问题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他遇到问题，他发现他跟别人沟通，然后他们两个人上台要配合，但是一直找不到方向跟默契的时候怎么办？他要学会去找一个老师，他要学会去找答案。那我们家长，因为怎么讲，家长的角度不一定是说完全答案都是我给的，其实我们更重要是一个陪伴跟发现的角度。就是我们在上领导课程的话，会希望家长做这样的配合，就是去发现小朋友他的特质，然后跟陪伴他说，建议你可以去找找看什么样的老师啊，然后陪伴他去找到这样适合他的老师。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给答案的角度，然后又是一个陪伴的角度的话，小朋友有时候不一定能很快速的接受跟吸收，因为老师的角度就比较权威嘛，然后同时要有陪伴者，这样子对他们来说会有一点点，也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如果可以陪伴他们的话，对小朋友来说更贴近，然后让他去找到适合他特质的答案。好的，我换另外一个方式问一下，就是你先生嘛哈，他刚刚讲他不会做饭，可是他开餐厅，他说也开了一些跟教育有关的。那我只想了解，就是说你在怎么样的过程里面探寻到你有这样的特质，然后你用什么方法一步一步的成功的创业？比如说你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你刚刚有分享到你的态度是自己读书用3年半你就完成了你的学业，类似这样子。那你如何在从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到现在这个过程，你做了哪些？你的家长做了哪一些？可以让我们借鉴一下吗？我们的家长我的家长什么都没有做。好，因为我的家长呢受的教育呢，当然本身教育程度没有到很高，而且他们可能没有很跟得上资讯，或者是很跟得上现在的时事。一切的发展呢，我觉得他给我们最棒的环境就是很自由的去发展，而且但他们给我们很大的空间跟很大的鼓励，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去尝试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给我们最大的这个空间就对了。那然后我怎么样去创业？好，怎么样让这2件事业能够稍微不能说很成功，但是稍微有一点成绩原因是因为想跟做能够很快的有同步，想到做的距离比较近一点。我的方式是这样，当然是你也可以说是比较冲，但是呢，比如说我大学为什么3年半可以毕业？其实我大概3年不到半就可以毕业了，只是为了要等那个毕业证书。好，在国外要等那个毕业的时间原因是因为我有算过如果你我在那边大学1年花费是150万台币。好，如果你4年下来，你要花费的就是600万台币左右。好，但是如果你提早毕业呢，你可以省下的这个费用跟你在那边的生活费，比起我在那边打工，因为很多人是想要说在那边能够打工，能够补贴一点自己的学费跟生活费，这样算下来的差价比呢，好，大概可以节省60万到80万的支出左右。好，我是因为用数字化去让我自己能够有这个动力说，那我应该选择的是赶快毕业。好，我的思考方式是这样。那在餐饮的行业，在这个创业的部分呢，好，原因是创业的部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创业跟创这两种事业，而不是去创说我没有去开科技公司或者是开什么的。好，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入职的时候，我们就是以
老师为兴趣，好，以喜欢小朋友为兴趣，我们是从我们的兴趣跟热情来去出发，这样子你的坚持度会比较大。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当你遇到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但是你比较会记得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好，那再来第二个创业就是我们的备胎，好，就是我们这个餐饮的部分呢。这个为什么也会把它创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的态度就是，既然要做好，就要做到有结果。好，当然你说要停损，我一定要有停损，因为我们给自己的停损点就是100万台币。好，那这个既然如果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亏损已经不足以我们可以负荷的话，那我就会直接停损。好，所以那为什么餐饮可以？我刚刚就是讲过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需要。为什么隔壁的小面店可以活得下去，我活不下去？好，那我活下去，那我怎么样能够像麦味登或者是麦当劳把它做大起来？好，这是我是常常丢给自己的问题啊。大概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有，谢谢。好，谢谢。因为我在想说，如果你们有 PPT 的话，我们就比较好容易 follow 你们的思绪跟分享的内容这样子。对，没有，我们今天原本我们以为是被采访的方式来去做回应。我们本来的想法是被采访所以但是不是想法，是我们接到的。我们接到的资讯是这样我们接到的资讯是这样。问答，然后现在突然有一个讲座的感觉，不好意思。对，因为太太的分享很好，只是有点太快，因为没有字幕，我会跟不上。对，不然就是可能需要你在叙述，因为又戴口罩。对，所以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在问我女儿说：“刚刚讲了什么？”所以我还做笔记，意思就是说，刚才我问的问题，因为我很想知道创业力跟我们的素养，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是我们在其他的机构，我们可以怎么样 follow 你们的方式，然后成功的营造下一个成功的经验。对，那我因为我看到你们的题目，其实我蛮有兴趣，就是说。原来素养跟创业力，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培养。那一开始太太也分享到态度的问题，那我刚刚听到先生的分享，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想跟做的距离，要让它很近。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你刚刚讲的冲的个性，也是你的个人的特质。那我很好的，就我感到你太太分享了有一个很棒，就是领导者在幕前跟幕后其实都有领导者。那怎么样？观察出来是我们家长要去做，只是我们有点困难，就是家长也不是很有经验的来分析孩子的特质，然后如何帮助他在这些特质当中找出他的兴趣跟热情，因为刚刚有分享到你们的兴趣跟热情，然后更是有一个备胎的餐饮，然后甚至设一个停损点，让你们做就有结果，然后也不会损失太多。因为你这么年轻，你就有这么多的成功的经验，其实我很想要知道的。对，所以我们当初看到这个108年课纲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他现在是想要把能力跟知识的部分转成素养转成素养。这个素养对于我们来讲我认为这个素养，以前我们的这个素养就觉得说可能是我们的修养要比较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品性要比较好，或品格比较好。但其实现在这个108年的课纲它不是这样讲的。这个素养讲的是什么？这个素养讲的是自主的学习，然后还有沟通以及表达，还有以及是那种跟社会的参与程度等等。那这三个跟我们的这个创业力不就很相关吗？自主的学习包含我们的思考方式跟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我们自己身心的素质等等的。遇到失败挫折，我要怎么样去扛得住呢？继续走下去。这我们自己其实都有经过这一段时间只是当然我们没有特别分享我们失败的经验。那第二个呢，就是沟通跟表达不然我们跟谁都要沟通，跟国税局也要沟通，对不对？是。所以我还有包含那个艺术跟美感等等的。艺术与美感，这也是在那个素养里面竟然也会培养到艺术与美感的部分。如果我们没有美感没有艺术的话，我们的店怎么去装潢的起来？我们的菜单怎么去设计？那包含还有
我们的这个社会参与的部分哦，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哦，像我们其实以我们餐饮业来讲好了，我们的离职率非常低。好，我们一方面我们开的薪水很高啊，再来一方面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互动不像是未来是没有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哦，未来都是这个叫做合作伙伴啊，合作伙伴的关系。好，所以这个东西竟然它都在108年的课纲里面有，这是让我觉得比较震惊的部分。好，所以说现在的小孩子跟我们以前的教育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家长也很难去接受，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教条式、填鸭式的，你是 A B C D，A B C D 就是 A B C D， 没有别的了啊，你考完就没有了。但是他现在讲究的是学习历程。好，所以现在在高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上高中，他就开始要去学他的学习历程，因为将来大学要看，好，大学要看你的学习历程是怎么样，他不再以你的成绩单一次的考试来去评估你到底能不能进入到台大、清大、交大等等的，他现在是以学习历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好，大概是这样。是，谢谢，谢谢。都没有人问，那我就继续问哦。好啊，因为我很期待，就是说，当我们目前是成功的，那你有没有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过程当中，你从第一间到第4间，你每一个的过程，你那个时候的心态跟所做的预备或者是预防。你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因为挫折应该都是会有的，可是你如果从0突破到1，然后1变成2， 2变成3，变成4这样的过程，你认为你的特质哪一点克服了这一些的部分？我们的特质吗？哦，我跟就是定位跟格局哦。如果你的定位呢，好，你就是要开干妈店，那拍谁你就是干妈店呀。但是你的定位呢？今天我的定位如果定在 7-Eleven， 我今天我就是要开一间 7-Eleven， 跟你的我定位就是我要开一间 A11 好了，8至11好了，我就是定位要跟你 7-Eleven 拼的话，那我的定位就跟你不一样。好，就算我一间店倒也没关系，因为我还会再开其他间店再跟你 7-Eleven 拼。好，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定位就是我要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有知名品牌、有知名度的品牌。好，打出去，好，大家来到台湾，像丹丹汉堡，南部就知道是丹丹汉堡，好像鼎泰丰，我们的定位就已经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就开始就会慢慢的一直往那个方向去摸索跟摸寻啊，大概是这样。好的。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哎。有。对，因为你知道你的定位，然后就知道方向就会是对的，用的方法也会是对的，这样子。方向会对，方法不一定对哦。是吗？就是一定会去试，所以就是108课纲一样，他就是请小朋友一定要去让他去发现问题，然后重点是解决问题。所以你们也容许员工犯错，然后只要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其实你们都可以容许，然后沟通，因为都是伙伴关系嘛。对啊，因为人说真的都会犯错嘛。这个是心态上的调整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心态上的调整。像我过去是你犯错，我会这个俩拱的那一种啊，但是这就是真的是心态上的调整，因为他也是员工，他会留下来。因为员工一定会有员工心态，他不太可能像老板一样，你什么东西都盯得很紧，所以我们变成是每天，包含他每天他都可能会去犯错，或者是造成我们一些亏损，所以这些都变成我们的每天我们都会设定一个亏损值或者是每个月我们都有设定一个这个值，那如果这个值没有超标，那我们就不会去太盯他们什么包含我们自己的员工，我讲餐饮业好了。我也没有限制他们去吃任何的东西，他们想吃什么，吃贵的、吃便宜的都可以，随便他们，是很自由的。对，都包餐，难怪离职率那么低。而且我包2餐我都包2餐。好幸福哦！哪一家公司私底下联络一下？我都包2餐，然后呢，我的薪水都是至少比业界都高5000块以上而且还有3节所以我们对他们是很大方的，自然而然他反馈给我们跟他的离职率当然就会很低因为我在培训一个人才，我要耗的这个精力很大。
是，所以我明白你为什么会成功了。第一个，因为我们在科技业他们会有讲良率跟不良率的问题，那你这边你是会有设一个亏损值，那容许员工，然后你也很大方跟慷慨，这大概也是你营业成功的特质之一。我这样看啦，对，因为我光是这样听你20分钟，我就觉得哇，你们是个很成功的企业，是一个很大方的企业，是一个对台湾很需要的。如果你们去比赛的话，大家可以拿到那幸福企业的那一种，对，所以让我看到你们的素养好了，算是你们创业成功的素养当中，这些我也会列入评估，说是因为你们的这些特质，慷慨的特质，还有宽容的特质，还有我觉得你们很有弹性，对，然后你们也愿意跟员工去沟通协调，就像刚才我们谈到了108课纲里面的沟通力、表达力、陈述力跟解决问题的能力。谢谢你们跟我们的分享，谢谢。谢谢。还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们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到大家的一些疑惑吗？有吗？嗨，我可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吗？因为他们都没有问问题。欢迎。你们是合伙人对不对？是夫妻也算是在事业上的合伙人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们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然后让员工觉得哦，我的老板跟老板娘虽然吵架有可能但是你们还是觉得你们的状况可以让员工是安心的继续的留下来这样子。是你要分享沟通力，你夫妻的沟通这样子。你分享，我分享吗？他分享。我们的夫妻的沟通力呢，基本上他已经让他半退休了。没有啦，就是他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他是荷兰国际花艺师。他现在也在做自己的花艺的工作室。那刚开始呢，我们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当然都是我们两个一起。所以我们的那个职节，那个叫什么极职的定位就很清楚。比如说他是负责什么的，他就是负责什么；我是负责什么的，我就是负责什么。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事项跟要做的事情。我们有自己各自要做的事情。那员工他有他自己要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在沟通协调的时候，我们都是责任制。你有没有把你的责任做好？我有没有把我的责任做好？那我们怎么去分工？有没有？然后当然中间是有衔接互补的机会嘛。那这个部分呢，要沟通的时候，如果是夫妻的话，容易吵架，那就是去小房间处理。我们就是搞清楚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情绪去影响我们的目标？包含以前也会吵到说要离婚了。常常牧师会接到我们要离婚的电话，也都有，常常是。所以这个事情自从那个几年前好几年前4、5年前开始，我们就不再讨论离婚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再讲那2个字因为这是我们的共识不能把情绪带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员工嘛。对，所以我们是把我们的工作项目列的比较清楚一点公事公办这样。就是谁负责什么，就听他的。就分工，不会去僭越另外一个人或挑剔另外一个人这样子，自己负责自己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听起来，你们的信仰也是对你们有帮助的，对吧？对啊，因为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讲，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们就是在上床之前一定要和好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对。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还有吗？有人举手？雨晴吗？我想请问一下，是素养它是108年课纲的 DNA 嘛？是。那么我想请问，适应环境现在的生活环境，面对未来的挑战的那个学生，是高一，还有国中7年级，还有国小生嘛，对不对？那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态度应该有哪些呢？这个知识能力跟态度，这个就是你是讲的知识能力跟态度有哪些是吗？
课本其实有写啦，对，其实课本有写，其实网络上也有写，也很清楚因。为如果说只是列点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具体。那我们今天是要分享说，可以在生活中怎么应用。所以他们如果做志工，或者后面去做一些教育科学或者一些课堂上非课堂上的课程，会对他们未来的升学会比较有帮助，是吗？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学习历程要去参考，他也站在就是他会有考试分数占50%，另外这些学习历程也会有占就是一半。高中就会开始去写这个学习历程，因为现在的学校它现在是有现在的我是比较清楚高中的部分是在校本的课程，就是他本来就要学习的知识，国英数啊这些等等的，然后他还有选修的课程，那他还有自主学习的课程，然后他还有一些比较弹性的一些课程，包含就是户外教学的这些历程等等都会写在里面。那这对升学来讲都很有帮助。比如说像台大，他现在要招生，台大的校长他自己讲说，他要招的是比较有野心的小孩。那他当然，他们现在因为他们有做实验，就是说他们把这些高中的末端班高中的这些学生的成绩，跟原本用这个考试考得比较好的这些学生来去都进入到台大里面，结果呢，他发现虽然刚开始这些高中吊车尾的这些人，他们刚开始是在比较后面的，那考试成绩好的，他们成绩是比较好的，可是发现再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距离竟然拉近了，原因是因为这些吊车尾的这些人，他是用素养跟他的素质来去评断这些学生能够进入到台大的。所以我们做家长的就必须要在小孩子要升高中和大学之间，然后赶快找出一些方向，是吗？像跨领域的整合学习啊，还是科技学习那些，就是如果未来我要选择的学校，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要跟学校老师配合。要变成要很密切的配合，因为其实坦白讲，学校老师到现在还在学习这个课纲到底在做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是末代考试嘛，对不对？那小朋友要升大学，未来的学校那么多，那是不是假设我要选哪个学校，我就必须先看那个学校它主要的有没有我要的科系，然后高中就开始培养孩子那样跨领域的学习啊？对，没错，按照他定的那个目标来去做学习，但那最重要还是跟学校能够去做搭配，学校的老师，所以要问一下老师，找出小孩的方向是吗？没错，因为多做志工会对未来的孩子升大学有帮助吗？其实不是志工这件事本身，是他志工可以让他接触更广，志工的层面很多嘛，他不是只是服务，他有很多层面，像刚刚有说到带小朋友，它是一个层面。然后他们因为这个协会是全人嘛，所以也有团队的层面，然后也有往就是比较老年服务到老年的层面，就是各种层面。只是说这个志工是一个平台这样子。因为以后每个高中不一样，然后每个高中制定的校本特色课程也不一样，然后必须修的课程也比以前大幅下降，不像我们以前要修的必修课比较多嘛，现在是选修课反而比较多，对不对？那小孩子的自主权跟家长自主权变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找出自己孩子的特色咯，是这样吗？选修的课程跟自主学习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当然现在很多，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小朋友或者是学校吧，可能还是会让小朋友有时候发呆啊，或者是怎么样等等，但是他们现在还就变成说再弄一个方向，再让小朋友能够自主学习里面去找到他的兴趣，找到他的热忱。那我觉得志工比如说志工里面，包含我们这次在这个协会里面有志工的部分，比较快能够让小孩子能够去找到他的热情点在哪边，然后甚至志工里面有培训，他会有一些领导人的训练跟培训，像这次的志工培训里面，我们就有一个领导人的训练等等的所以让他比较能够清楚的去了解，除了在学校以外，那他自主的时间要干什么，他要做什么，
哦，他能够有自己他的一个定位跟一个目标会比较清楚，那再来去配合，像我，您夫妻是做餐饮业的专业嘛？那像我知道那个国家技能检定考试是15岁以上就可以考试，国中15岁然后具备国中能力的就可以考试。那么是不是高中的时候就可以准备考一些证照，然后对于大学会比较好？当然可以啊，只要是孩子有兴趣，他能够愿意去哈，像我本身是没有餐饮的特别的证照，但是我可以请有餐饮特别的证照的人来帮我做。当然了解，对，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像他有花艺的证照，他就是有花艺师的证照，但是他就是也是为自己去工作，所以就看您小朋友的面向比较取向在哪边。当然他现在不会知道，所以必须要透过不断的探索，探索是需要时间，跟探索是需要环境。大概是这样。了解，谢谢好您，谢谢。今天谢谢那个维婷还有想想，那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这边做结束，因为我们现场连线已经断掉了，这样子。好，好，那就谢谢你们哦，谢谢谢各位，拜拜。拜拜。